哎，王博在领舞啊！跳好久了7点40就开始跳了。啊？那么早？那限行，刚刚才开车过来。好久没领舞了，好久没就没了。7点40就跳了。7点40就开始跳啊，他来晚了半个小时哦。7点40就开始了？啊？7点40就开始了吗？哦，7点45啊！哦哟，今天好早。今天限行，这一个人都没有的，我把它拍进去，我另外一个频道，把竖屏拍进去嘛，然后就另外一个把它的保存到手机里面。应该出去玩去了吧？要不上次他一般来的比较晚，来的比较晚，是吧？这两姐妹过生日去不去啊？啊？这个两姐妹去她德哥？那个巴西吧？对，巴西，上巴西，我没时间去。这两个嘛？对，我没时间去啊。这完了都10点多了，没时间了。哎，其实生日也没啥拍的。他在江西会那边，江西街派出所那边。我觉得他们那个有点远，他们西派过生个。啊？他们西派过生个感觉了。哦。造点气氛。这是这个来了，这个。今天过生他要专门跑起来吗？哇，消失好久。这去了他们18岁的生日，上巴西港阿错小阿错。
也跳了有点早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过生嘛，才跳了一个早嘛？应该不是。徐温柔，对，徐温柔，对。高望啊，像色温了。徐温柔他会跳霹雳舞，什么舞好像都会跳，现代舞还是啥，搞忘了他们，这什么舞啊？反正韩国那种舞也会跳。今天跳得很早，嘎。今天5:05的嘛。啊，但是也是9点钟噻。也顺便进来拍90噻。跳啊，来了，来了，不跳一下。Ya la kala tu ba podar so boda sila
你不跳啊？刚刚来。啊，我也刚刚到。康夏群，有很久，感觉有一两个月没看到我们的舞了。康夏群。
한국 앞으로我猜8点钟才出来的，先行之后再出来的，8点钟。 8点啊。哎。 我
这个不是正面，它是直接想不见你，它直接乱，不能发热，不能吐了以后，它就是会嘛，这个我刚才他就是，这个他老婆啊，他们家里来抱抱他们反正到有190，那他估计自己要辞职，估计自己要辞职，因为他自己投了哈子，他是国防部长给他的建议。本来韩国的。
汤姆房我知道，你在大康里面那个，知道啊，认识啊。就是知道，肯定知道啊，聊天了嘛。对呀，肯定知道啊。这个聊天的姓名都是一样的，全网都是一样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嘛，这个欧姆，第一个05的欧姆，第二个是白货，第三个是拉错这个红色的，第四个是格桑曲针，后面那个是五江墨学汽车的那个，这个五江墨后面是曲针，8堂曲针，这个。S15是代中，这个是翁修，这个男孩子15岁吧，应该在。上面那个是登姿，黑衣短袖那个，戴眼镜那个是年卓，这个黑上衣的是吴京，这个戴眼镜是三郎，这个是黑衣服那个女孩子叫苏拉，后面那个是他表妹，在后面是这个全金色那个是8堂翁博，这个女孩叫玉珠，玉珠后面是拉姆娃，拉姆娃后面那个叫小西西，这个白衣服那个小西西，小西西后面叫吉宝，还有一些在中间休息。这个戴眼镜叫芒果，这个就服兵老福，老福现在第2场要直播。还有缺针啊，还有几个都在里面，还有雍正也在里面玩。天气还可以吧，每天都11、12度左右，白天天气应该在16度、15度左右。成都的冬天也还可以吧，最低也就在0度左右，但是不下雪，有时间会下毛雪，很小那种。成都周边在下雪，是那个西岭雪山啦、都江堰那些在下。青城山啦，最近的就是西岭雪山，之前就只有70-80公里吧。然后天气好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看到西岭雪山，可以看到贡嘎。这是曲针的旋子，8堂曲针。现在几点了嘛？看一下。我靠，9点了。啊？你在外面直播了吗？我家猫的那个
亲戚。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哎，送哈达。哦，车上还有很多哈达，好像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根本就丢了那个没用，一直没送。抖音，还有一球。又是他，他要跑，你看，许真的肩膀有点痒，他一直是这种没办法。咻！前面抓住了。咻！小西西这个跳的也好。老虎最近涨价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他衣服涨价了吗？有房产咋的事儿？我要去了。
不去，没有时间了嘛。啥子？听着。趁点生日嘛，没去，不去，没有时间。不去。阿错第二个喊错人了。阿错爱你。哎呦，阿错，阿错都不好意思了，搞的。上班了，下班了。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郎青锅庄。郎青锅庄，哦，对，郎千锅庄，跳过的哦。郎千锅庄。哎。这还在。我不叫。你们两个去不去？去不去那个参加那个生日？去。不去啊？没时间了。你去不去小厂呢？小厂不去了吗？要过去。要过去吗？你们都去吗？哥哥先走了啊。好的，哥哥。好的，哥哥。你姐去不去？你姐去不去？你姐去？你去不去啊？还要去啊？我叫我，他跟我打视频。拜拜。哦，好。妹妹那边等你啊，妹妹。江西会。好的，妹妹。走了。还帮忙收拾东西还忘了。这边你看嘛，我们不合影的，合影啊！开水，你把声音开大点儿。你把声音开大点儿，开大点点。没有，再没大了，没办法。开完了。最大了。我看下去。熊猫日的胖男孩多少岁？熊猫男孩是谁？熊
熊猫，你借一下。没吃过。那我去拿一下吧，我车上还有一个。你用你的嘛？那他有，跟他们比这个声音跟他是比他声音最大的。第三现在所以说今天没得时间走的早，他们好多跑的过生日了。3个有流血场地。我来了，这个最大的水平台呀。我叫啊，他转成那个门那个多。是哪个蓝牙叫？一段也可以。有小胖的带的也是。加他的抖音。
万不要配音了。后面两个站稳一点，站稳一点，后面两个。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。你要蹲一下。那刚刚又说起。就是双手打开，然后刚好握得到手就行。先连一道。我是往这边转。啊，对，然后这样里稍往后一点可以吗？对角这边，他是左边，我们俩是一个方向。是吧？往前走，你往前走。然后推一点，转。对对对。后面拢一点，后面拢一点，不要太开了，不要分太开了。 OK。Oh
多合作，是不是？他们又想去搞点国产，就是这样。Thank you.